一寡县市的首长都惊家己的市民、县民要注意风险自无，所以有新的措施，像这个基隆市甲嘉义市，就率先来画出着市民优先，要尽力来确保着涉及伫个当地民众自有预防射。台南市目前嘛咧做盘点，考虑是毋是嘛要对咧安尼做。 因为新冠病毒影响，大家烧点要煮流行感冒预防射，因过数量有限，烦恼讲煮袂到，有人走去到外县市，甚至嘉义市、基隆市，先发出市民爱优先。 会看的证件就是健保卡跟身份证，好，所以就是以涉及嘉义市的市民为优先。较恁来的吼，慢慢来啊啦，先嘉义市民先资料，才换因啊。市民啊，自刷，因较过来做。社会的剂量强要无够啊，尽量要确保在地民众会使做，台南市嘛伫考虑。 台南市呢，还是有很多别的县市是住在台南哦，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审慎在评估啦。那是因为工作关系去外县市上班，安尼要安怎做？提一些工作在嘉义市的一个证明，那我们这边呢会先造册，那如果将来还有疫苗的话，我们会再通知。疫苗无啥够，大家咧烧济手，各县市拢共款，只好先自保。啊，真正有村才要协助其他县市。